你良善到永远。我越想你心事不定，我越想主你对我真好，我生命所有的气息，我要歌颂你良善到永远。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今天是我们约翰福音第29天的共读。今天早上要请陈如山长老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好，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的父，我们的神，早安！一早，祝你的话语就吸引着渴慕你、可想你的弟兄姐妹，一早就献上这样的祭坛，要来亲近你，要来爱你。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一天，成为我们人生当中最好的指引，以及最好的明灯。谢谢主。在开始共读之前，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 ，Amen。Amen。谢谢。我们从约翰福音的第11章，同时看见第7个神迹，还有第5个我是，跟第5个耶稣的见证人，就是马大。那在这一章当中，拉撒路复活被摆为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这些对犹太人、法利赛人对耶稣他的否定呢、否决呢，好，已经来到了一个最高峰了。所以一个最大的伟大的神迹，从死人复活，甚至超过那个生来瞎眼的看见。那但是这样的神迹呢，却没有让耶稣的真正来赢得法利赛人、犹太人、公会，甚至是大祭司对他的敬重，反而呢是换来一场谋杀。那我们来看今天第11章的最后一段，那我们请如山长老带我们来读11章的45节到48节。好，45节，许多来探访玛利亚的犹太人看见耶稣所做的事，就信了他。但也有些人回去见法利赛人，把耶稣所做的事向他们报告。因此，法利赛人和祭司长们召开会议，在会上说：“这个人行了这许多神迹，我们该怎么办呢？”48节，要是让他这样搞下去，大家都信了他，罗马人会来掳掠我们的圣殿和民族的。好，那在这一段的经文可以对照是马太26、马可14、路加22章。那这样伟大的神迹呢，有人相信耶稣是神所差来的基督，是弥赛亚，是受膏者。但也有人呢做了不是对受膏者应该要有的反应的事情，跑去密告所以在相信跟跑去出卖耶稣呢，这2个当中呢，可见神迹并不是能够代表神，而是让人的心呢会加各样的调味料进去。那所以有一些人他们去密告，去到公会，那这些公会呢，就是由大祭司、长老、法利赛人所组成的71人加一就是那个大祭司是整个耶路撒冷宗教和民事的最高决策中心。所以在这样的伟大神迹当中呢，他们却是要出卖耶稣，那把耶稣所做的事情这次不能再用安息日来定罪，因为前面有2个神迹都在安息日行的，但是呢这次呢没有特别强调是在安息日，那但是呢这样也不行，让死人复活，他们也觉得有问题。那是什么问题呢？那约翰福音写得很清楚，就是47、48反映出他们的心态，他们是一个以信仰为中心，但是呢他们又把它变成信仰，变成宗教，然后让宗教跟政治能够挂钩，那才能够保存他们自己的性命。所以47、48说，这人就是耶稣若行了神迹，要是48，要是让他这样搞下去，
大家都信了他，罗马人会来掳掠我们的圣殿和民族的，所以这才是他们藏在心里面好的恐惧。好，原来这一群宗教的领袖，好是信仰的典范，可是呢，他们一直寄生在政治当中。好，那罗马人赋予他们有这个权力权柄，换句话说，也是罗马政府好，罗马帝国好派了犹大王好，然后呢，让他们有口饭可以吃，让他们有工作可以做，好，让他们有家可以归，所以他们就满足于现状。那觉得罗马人就是他们的衣食父母，所以他们不是真正在依靠神。那之前我们有提过，有一群人，是揪着耶稣，说你若是基督，就明白告诉我们。那这一群人呢，在第10章，他们是复国主义，他们是一直跟罗马帝国是采取不合作对抗的态度。那他们也希望他们的国家能够有自己的王，自己能够独立，享有自己的主权和自由。但是现在这些撒都该人，然后法利赛人，在公会这些人士呢，大祭司，他们呢却是属于和平主义，就是千万不要搞事，千万不要像耶稣这样搞下去。那而且耶稣越搞越大，那他之前已经开了这个生来瞎眼的人，前面又让这个瘸腿38年的都行走，那这样的大神迹呢传得沸沸扬扬，那到时候的信耶稣的人越来越多，那我们就会开始造成社会秩序就会有问题，所以这是他们的心态。那再请卢山长老带我们来读49到53节。49节，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就是当年的大祭司。他发言：你们什么都不懂，让一个人替全民死，免得整个民族被消灭。难道看不出这对你们是一件合算的事吗？其实这话不是出于他自己，只因他是当年的大祭司，他在预言耶稣要替犹太人死，不但替他们死，也要把分散各地的上帝的儿女都召集在一起，合成一群。53节，从那时候开始，犹太人的领袖们计划杀害耶稣。谢谢。那该亚法被指名道姓，那在马太福音的26章、路加福音的第3章，还有约翰福音的13章，跟使徒行传的第4章，都提到了这个人。那该亚法的意思呢，就是合宜得体。那这应该是一个信仰的表现，就是要把这个信仰的表现的合宜。但他是耶稣这一年的大祭司。那在这大祭司呢，他是经过这个上帝所拣选，从亚伦的后裔祭司的家族所选立出来。那而且是一个终身职。那在史上记载的就是该亚法是在主后的18年到主后的36年担任大祭司。那该亚法呢，他的老婆呢，应该说他的岳父也是上一任的大祭司，叫亚拿。那但是他的岳父呢，是在主后15年被罗马人剥夺大祭司的职位。那但是我们可以在马太26章、路加第3章，甚至约翰福音自己，我们读到后面的18章，那可以看到这个亚拿、该亚法呢，他们是联合起来，而且该亚法对亚拿呢唯命是从，因为就是他的岳父大人，所以他们呢是联手起来，然后呢要来办耶稣这个人。那该亚法呢，在这里出现呢，因为他讲了一句话，49节，就是当这群公会大家都在担心害怕说，现在耶稣搞事，然后呢越搞越大，那搞到时候罗马政府查下来，那就要把我们给禁了，把我们给毙了，那他们呢就没有投入可以做了。
所以盖亚法就跳出来，因为他也是主持这个会议的主要的领袖，但他的岳父亚拿呢，可能是在背后操盘。好，那他说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好，那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呢，就是台语说啊，你唔捌的，好，你们不懂啊，你们不知道。好，那这是一个比较不礼貌也是轻蔑的一个话，好，意思就是他知道别人不知道，好，所以你们什么都不知道。说呢，你们也不想想50节，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整个民族灭亡，这对你们是有利的。那也就是这一句话呢，好像让大家在一片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看到一个方向，觉得他们好像快要被威胁到没有路可以走的时候呢，盖亚法的这一句话呢，就给他们一个亮光，大家就附和，就同意，就开始朝这条路走。那一个人替所有人死，就可以救全部的国家民族，他们还不是国家，他们是一个民族。那这是他们打的如意算盘，但也没有想到说这句话呢，真的是成就上帝的心意啊。好，所以即便呢他是出于恶意的，是出于私心的，但这句话呢，也成为也就是上帝所要做的事情。那在哥林多后书的第5章，就是17节是说，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成为新造的人。好，那再往前呢，14节是这样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这样断定，一人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15节，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在这个事件在罪人的心中呢，是耶稣是他们的救命保命丸，他们就是把耶稣推出去，把耶稣做一个牺牲品，那其他人就可以得以存活。但上帝的心意不是只有让他们苟且偷生的存活，上帝的心意是在哥林多后书5章的14、15节说，这是基督的爱，他主动替我们死。还有，这是基督的爱，替我们死之后呢，让我们可以继续活下来的人呢，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复活的主而活，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那所以呢，这是有很大的差别。但是这些公会的人士他们把耶稣弄死之后呢，还是为自己活，并没有为耶稣而活，反倒是使徒行传这些从耶稣复活之后的门徒，这些他们就是福音复活的主的见证者，他们才叫做为主而活。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商议，这样的一个决定呢，就误打误撞的，好，那就是进入在上帝的话里面。好，所以51节，该亚法，好，大祭司这话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思，而是因他那年当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为这民族而死。他不但52节，他不但替这民族死，还要把神四散的儿女都聚集起来，合成一群呢。所以这段话呢，好，是在开会当中蹦出来的，好，然后让他们突然想到，好，这有一条路可以走，不然呢，他们找不到理由去杀耶稣，好，找不到理由去害耶稣，找不到理由去出卖耶稣，但也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苟且偷生，好，然后呢想要保命好的这样念头呢，所以呢也让上帝的计划就因此来成就，还加上他是大祭司，所以这变成是一个预言。那这个是约翰福音在这个耶稣都复活后的几十年，使徒行传都已经写完了，好，那他才回过头来，把这样子的事情呢，用回顾的角度眼光，所以他可以带我们深入来分析，来看见当时他们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但马太、马可、路加呢，他们是属于还在这个耶稣复活后
那也是在使徒行传的正在进行的当中，但是他们还没有办法把这些事情这里这么清楚，所以这是让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可以看到推敲这些事情的里面的原因。那53节从那日起，所以那一天呢，就是拉撒路复活，耶稣把他从洞穴叫出来之后，然后这个声音传到了犹太公会。那到了犹太公会呢，他们做出了决议，就是要让耶稣死。那就是前面有几次呢是群众有的要用石头打他，有的是要逼迫他，但是现在呢是用宗教的力量，用开会的决议，还要加上政治的势力呢，然后来要害死耶稣但是52节说神的心意呢是要让不仅是替民族死，还要把神四散的儿女聚集起来。那所以这里是神哪里四散的儿女呢？分散各地的上帝的儿女。那这里不是只有指分散各地的犹太人，还包括撒玛利亚人，还包括外邦人，还包括所有还没有信主的人。其实呢，都是耶稣要在这一次的牺牲死的当中所要做的事情。所以在第10章16节，耶稣说他还有另外有羊不在这圈里面，他必须要把他们领来合成一群。那这些羊呢，一样都要听主的声音所以也就是都要听主的道。好，那最后再请卢山长老带我们来读54到57节。54节，因此耶稣不在犹太地区公开活动，他到一个靠近旷野叫以法莲的镇上去，在那里和门徒一起前往。犹太人的逾越节快到了，节期以前，许多人从乡下上耶路撒冷去，要在那里守节敬礼。他们到处寻找耶稣。当他们聚在圣殿里的时候，彼此对问：你认为怎样？他不会来过节吧？57节，那些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早已下命令，如果有人知道耶稣在什么地方，必须报告，好让他们去逮捕他。谢谢。那所以54节一开始就有一个因此或是所以，所以表示耶稣他离开了耶路撒冷，去到了外面的以法莲那以法莲意思就是加倍的丰收，那也是旧约当中的俄弗拉。那离耶路撒冷又有24公里，所以他又离开了一段距离。那就是要等这个迫害不要马上的发生。但这里也并不是说耶稣怕死，不是耶稣呢他躲风头，耶稣呢他能够苟且偷安的过生活，而是我们读到13章就会看到耶稣所说的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这才是他知道时机成熟。那在这个之前呢，耶稣呢还没有看到时机成熟。12章13章耶稣会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所以耶稣还在等待那个真正适合的时机他早有预备，但在等待。那所以这些人要杀耶稣，但是耶稣现在如果死了，这个福音可能传不出去，这个他的门徒还不够委身，或是呢这些跟从他的人还不能为他做复活的见证人，所以他要等候等待。那以法莲从地图来看就是耶稣现在是在伯大尼就是耶路撒冷旁边3公里的地方叫拉撒路复活。那这个复活当然瞬间马上呢就传到了耶路撒冷的核心中心。那这核心中心开会之后呢他们透过大祭司这样子决议，也这样子说，一人死免得一人替百姓死，免得整个民族灭亡。那这是对大家都是好的事情。所以他们明明知道不可杀人，可是现在是在公会的议决上面呢要杀耶稣，所以
显然呢，公会呢给自己找到一个违反十诫的理由，公开的然后呢明目张胆的再要来杀人啊。那但是这个事情呢，也的确后来就成就。那犹太人55节犹太人的逾越节前面呢是在这个献殿节献殿节在前面呢是住棚节所以这都在耶稣服侍的第3年那过了第3年，现在来到最后一个逾越节，近了，所以还没有到，是快要接近了，所以就是从这个阳历的12月，那因为逾越节呢是在3、4月，也就是我们复活节前的受难日的那个时期，所以也差不多就是我们现在应该是说呢，应该就是阳历的2、3月逾越节快到，因为他们1年有3次要去朝圣，那快到意思就是他们要准备出门出发，对很多的犹太人来讲，他们要出去朝圣呢，要从各地去耶路撒冷，可能都需要花上个几天，甚至几个星期，那他们的旅行才能够到达这个耶路撒冷来守节。所以有许多人从乡下上耶路撒冷去，要在过节前洁净自己哦。所以呢，他们就是要开始动身，准备出门。那他们去的这一段的目的呢，是要来洁净自己，就是要维持跟神的关系。但是56节，于是他们寻找耶稣。那他们呢是指这些公会的人，他们寻找耶稣。那还有指这些要来守节的人、过节的人。那他们之前在住棚节呢，然后有听到耶稣说他是世上的光。那一段话呢，有人信他，有人反而更不信他。到后来呢，还有人要用石头打死他。但是呢，他们还是在圣殿彼此说：“你们认为怎样？耶稣会来过节吧？”所以他们也在期待的是耶稣啊。所以可见耶稣已经成为人心中的一个盼望，就是成为人心中的一个期待。那这样的期待呢，就是他们相信这是神所差来的，但是他们还在怀疑会来不会来。耶稣不会来，那耶稣跟圣殿没有关系，圣殿是神的殿，那是神在这里，那耶稣都不在这里，那他就是局外人。那但是耶稣如果在这里，那他就有好戏可以看了。57节，那些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早已下令了，他们已经把这样的决议呢公告出去。如果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必须通报，他们就要去捉拿他，去逮捕他。所以可见虽然他们不敢表面说要弄死耶稣，可是大家心知肚明，就是当有人透露耶稣的风声消息，那这些犹太公会就会把他抓起来，抓起来之后呢，他们一定会想办法不让他出来，而且呢一定会让他死，活了进去，死了出来。那后来我们都知道，就是他们找到了一个说耶稣他承认他是犹太人的王，那所以他们就用这句话定耶稣的罪，然后呢就开始吐唾沫啦，打他的脸啊，然后呢甚至就把他交到比拉多，虽然比拉多不觉得这个有什么可以判死的地方，不过呢他们是用群众的力量，是要定他十字架，让比拉多洗手，把这个罪归在这些人的身上啊。好，那今天这段经文呢，我们看到耶稣如何的被自己的人出卖，跟他应该是要同一个国度的人，但是呢，这也是要成就神的心意。那52节说，不但替他们死，也要把分散各地的上帝的儿女都召集在一起，合成一群了。如果耶稣没有死，我们今天不会在这里共读，我们也不会在这里做礼拜，我们可能就是跟我们在台湾人的祖先一样，过着那个时候不认识耶稣的生活，各行各业各忙各的。但是因为耶稣一人替众人死，然后呢，我们不仅
我们知道他为我们死，甚至呢他复活，所以叫我们这一些信耶稣的人呢，为复活的主而活，所以我们不再是用人的看法来认识人，也不再用人的看法来认识基督。人的看法呢，就是像公会的人，他们是在政治上面的害怕，他们是在自己权柄权威上面的害怕，而是我们是按着神的心意来认识他。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是一切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什么与神和好，又将劝人与神和好的使命赐给我们了。所以这才是耶稣替我们死的意义。如果我们只知道他死，那我们什么都不做，那这样的死呢，是没有影响力的。我们没有为主而活，而是我们知道他为我们死，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与神和好，与人和好，并且要劝人与神来和好。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的和平，绝对不是这个公会他们所要的这个眼前的短暂的和平。那换成我们今天的社会也是一样，我们今天不希望战争，但是不过是满足这一年没有战争，这5年没有战争，但是呢，不代表这个5年后、10年后不会有更大的战争出现。我们而是要追求真正的公义和平了。好，那在马太福音也预言，在耶稣再来的时候呢，这个战争是四处的、到处的，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好，所以战争是不是要躲避起来的，而是要勇敢的面对。在福音书当中呢，甚至连使徒行传都记载了这一位合一得体，该亚法，合一得体的大祭司。可是呢，虽然他不合一不得体，但是神还是把他在大祭司的这个位分上所说的话呢，居然也成了一个预言成真了。那其实耶稣早就知道，那这是神所设计的剧本。但是神的大祭司呢，既然是带头来策划杀害神的弥赛亚，真的是一个超级讽刺。那所以让我们提醒，当我们权位越大，我们可以做的决定越高的时候呢，越要谨慎自守，因为一个错误的决定或是一个错误的念头，可能都会造成无法回收，造成一个无法这个挽回补救的伤害。但是又在神的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神就算是一个无法挽回的伤害，一个丑陋的计划，神呢都可以把这样的丑陋的事情呢变成荣耀的事情。那在今天我们会因为害怕政治上面的迫害而去迫害信仰的同道吗？那这在长老教会当中也确实发生过。好，当台湾面对这个中华民国台湾面对退出联合国的时候呢，许多的教会呢都觉得害怕，但是长老教会却写了一个国事声明，就强调这国家的命运呢，应该不是由外国来强权来决定，而是要按照上帝的公义来决定。那时候很多教会长老教会发起国事声明，邀请其他的教会一起来签署，一起来签。但是最后呢，其他教会呢都怕这个让政府不开心不高兴了，所以呢都没有人签。那只有长老教会送了这一封信，但也是让长老教会在那个时代被这个高层呢政治呢所盯上，那也受到许多后来的这个监控这些的甚至有一些迫害等等。但是这一切呢，在我们要追求上帝的公义当中，我们也需要有智慧。今天的教会如何能够在政治上能够做神的工？那今天的政治呢，跟几十年前的这个政治呢是非常的不一样。今天我们教会在社会上的接受度，还有被尊重的程度呢，跟以前都有很大的明显的进步。但是我们要怎么样继续的不是只有跟宗教政治做好朋友，而是能够透过这样关系做神的工，就是领人来信主呢？
那我们要祈祷是耶稣他虽然被打破自己的身体啊，他好像是被牺牲，其实呢我们也知道是他自愿的，也是在神的计划当中。那他的打破他的身体呢，就是把他的饼和杯能够分出去，让这些四散的羊群呢，透过领受同样的饼和杯，他的道他的话，他是天上的粮，能够招聚在复活的恩典当中，让这些羊呢不再是迷羊，也不再是只为自己活的羊，而是能够成为一个为主而活的见证合一的一群，能够成为见证。也求主让我们知道，我们跟各个教会，我们应该在主里面都是同道同路人，而不是要竞争，或是比较，而是能够互相的来成全，互相的欣赏，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互相的来帮补，这才是真正耶稣为我们牺牲，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他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感谢耶稣为我们的罪钉死，也感谢耶稣用他的生命用你的生命来拯救我们。我们常常会有本位主义、自我中心，我们只看到自己，只看到自己的教会，没有看到外面，看到别人，没有关心其他的教会。主啊，我们是何等的不足，何等的软弱。但当我们明白听见耶稣，你对这些不同的羊，外面的羊，你有这样子的心意，你有这样子的感动，我们应当要来跟从你，也应当要来成全成就上帝的心意，帮助我们不为自己活，而是为基督活，帮助我们在做教会的服事，不是只有在自己的教会，而是在每一个有宣扬基督的名，高举十字架和圣经的教会，也都是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和我们的肢体。求主扩充我们的心，也扩张我们的境界，让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的国度当中，成为神你所使用拣选贵重的器皿。今天也是主日礼拜，也让我们在主日的礼拜当中，能够再次来领受你的道，如同领受你的饼和杯一样，也能够领受你所赐给我们的力量能力，让我们能够不为自己活，而为主活。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谢谢庐山长老，谢谢大家，谢谢牧师，谢谢各位，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长老，谢谢牧师，谢谢谢谢长老，平安。